各位馬迷好，為慶祝我頻道重開，每期都會有消息帶俾大家。頻道暫時會分兩個類型影片，一個係大家都熟悉嘅神秘消息系列，另一個係我會留意嗰份報章內容，整理後分享俾大家。記得聽晒，好重要。咁我要開始啦。今次跑星期四10月30日夜馬賽事，我整合出賽馬神操表現俾大家。幸運福星，助手跳一段，聚首之外，火氣未試過咁好，步勁力足，目前正值勇景。自跑得，助手跳3段，擔高頭走，神態威武，馬身壯健飽滿，狀態 fit 到震。有派頭，布文柏，香港神駒，潘明輝跳2段，有派頭，共住等懷裏追上，神采奕奕展現朝氣，模式靚翻重新振作，香港神駒追上反應好，細馬身夠壯，觀感不俗。金區永騰，希威森跳2段，馬匹赴美但神情專注，甚至心火湧現，越走越起勁。天下寵兒，周俊樂跳2段，跑姿一向唔算好睇，但係跑嚟好放鬆，加上落腳輕，極具朝氣。大番薯霍宏星跳2段，精神奕奕，走勢爽勁，兼且有力，保持身壯，狀態依然散鏡。東方魅影希威森跳1段，聚精會神，充滿暗火，出步整齊有力，狀態相當吸引。優才周俊樂跳3段，跑姿一向怪怪地，遇見其他倉口馬特別肯走，火氣極佳。新二馬希威森跳2段，從容不迫走過，清風送爽，雙目拱拱有神外，神態專注，模式立立令。運來勇士鍾意禮跳2段，拉到好似滑水一樣，火氣相當充裕，神態生猛。大利好運助手拍勁者及幸運同行，跳2段，大利好運。沿途走喺中間第2位，步輕力度不俗，身壯模式潤澤。瑞奇威風助手跳草地2段，雖然急口，但比過往已經規矩得多，神態活潑，前所未見咁散鏡。堅有利助手跳草地2段，沿途短曲扣實，灰馬身好粗壯，步爽力度貫注。火神神樂蔡明少彈草閘，神貨一向懶散，唔多願走，神態可以，馬身亦都紮實。精算特殊，助手跳1段，扣住順走，朝氣勃勃，馬身 fit 得相當壯，出腳輕巧有力。歐洲傳奇班德禮跳2段，神操之星一貫試得好，身色俱靚，步順有力。飛雲助手大圈踱步，外觀討好之外，身壯色潤，火力亦都唔錯，輪態處於上階水準。奮鬥心助手大圈踱步，細馬身結實有肌肉，神態軒昂，暗火湧現 ，fit 到震。都靈福星助手大圈踱步，平穩走過而已。灰馬身有啲肥，不過不失。歐洲傳奇班德禮跳2段，神操之星一貫試得好，身色俱靚，步順有力。赤壁田泰安跳2段，比起過往冇咁心急，開始學識流力，持續有進。五福星田泰安跳2段。慣例伸長頸，好肯走，有火有力，單講狀態好銳利，傑出漢子。副練跳2段，神色冇咁淡，外觀亦四正，九尋馬有轉機。極速之子助手跳3段，一貫肯走步幅開揚，神態對扮遙具朝氣。東升運行助手跳1段，細馬身紮實，火力好過之前，有進展。加州星馳鍾意禮跳2段，一路頭惡惡，力度卻唔錯，馬身好粗壯。得心之餘助手跳2段。聚手有活躍感，力度亦都比前增強。宜昌奇兵副練跳1段，力度好過之前，模式亦都較前深潤咗。馬匹態放明顯正在冒升。南區王周俊樂跳2段，沿內欄順走步伐穩健，力度不弱，神色甚佳。勁進飛翔助手跳1段，向來有啲重口，大隻身粗壯，步順力充裕。開心5月助手跳2段，輕描淡寫，唔急唔搶，馬身 keep 得靚，未見低落。